家好，我是吴佩欣，我是中华来的韩子一号。大家好，我是赖柔婉，我是屏东来的韩子2号。阮是两粒韩子，现就是韩子囡仔，拖下该吹落去啦！爱情的恰恰袂当放袂记，心爱会伫倒位？啊，想要甲你，想要甲你来跳恰恰恰，毋知你是走去倒位去？嘿！好啦，看你今仔日心情袂歹，是有啥物意思哈？就食好斗相报一个啊！其实我有介意的人啦。哎哟，韩子总算要开会啊！无啦无啦，你讲呢？就甲伊尻川讲互开会。开会，我的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亲像春风对面车。莫讲唱啊，讲重点。哦，其实我有介意的人啦，不过我对伊完全无了解，连伊是倒出去尻川，还是只出去尻川？白痴哦，无人兴趣迄啦。哦，不过这个韩籍军师来教你要安怎吼？第一步，提出你的自信。甲伊讲，我介意你。好，你把拨我电视看卖啦。好，对爱小教室。安打，全垒打，锵！你咧创啥物？啊，我想讲，查某囡仔毋是拢介意讲野球。我咧创啥物？你敢有看我详细？哦，你喺图书馆看册？无毋对。你咧图书馆创啥物？我伫图书馆放野球，顺顺表表噶。神经病，会成功才有鬼啦！哦，袂使哦。哦好啊，你无我练习一摆啦。好，对啊，小教室。讲话啊，莫干那闲册无讲话啦。哦，我就真避暑咩。而且查某囡仔毋是袂使伤主动。即马啥物时代啊？查某囡仔较主动有啥物无好？而且你又敢将伊讲野球，叫你甲伊讲几句话，就揪转去，有够无胆啦！哦，嘛无法度啊。是啦，无你就写一张情批交互伊啊。寄起来袂歹呢。对啊，小教室。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？想了几暝，确实嘛歹势。记着伊，我就你用啥物爱情恨是配歌词啊？无要写啥？当然是写你对伊的真心诚意啊！好，我叫 ChatGPT 互我倒写。毋准偷食包，该扒落哦。哦，毋知要写啥啦。你要写啥？你要食牛肉汤无？头也是袂扭哦。爱食肉，头才有气力，表表噶。你着莫食紧弄破碗。莫甲我呛水啦。无拄则看你跳舞跳甲袂歹，你着试看觅随跳舞。ice contest 的时阵直接浸落。你凶哦。无毋对，笑惊熊，熊惊无天良。对啊，小教室。有够恐怖啦！哦，我就想讲放歌戏真趣味啊，可能会通。绝对袂通。我感觉我是好心好累心，甲伊斗3工，你着甲我创治，无想要睬你啊！莫安尼闪啦！无你直接去表白，安尼对你来讲较简单吧？啥物表表？我真的避暑呢。哎呦，记着伊，我心中都乒乓惨。你听，砰砰，我听着，砰砰，我听着你写哦，砰！这是我心中的声音。我感觉你真正爱食药啊！你讲你避暑，跋扈啦！你拄则伫遐爱情的恰恰，明明就真敢表现。有影吼。好啦，我来认真练习表表，你较好。喂，拜托啦！好，来。我有话想要对你讲。你要讲啥物？带你抬杠的过程，我拢真欢喜。我想要对你讲，
我嘎，変身！讲要啦，我来去啦，啊，等一下啦，我甲你，你咧，我什么感觉？完全无感觉。啊，你搁咧写啥物？头家来两碗牛肉汤，搁有头家，我甲你。我你爱着的是头家哦。对啊，小教室下课。